以新年嚟做嘅户外实践节目，特色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台湾各地来探险。来参加嘅一啲小朋友会喺烦恼嘅路上接受各种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务就爱同朋友向下合作。除咗爱比户外发通，还爱比文学、美学、操作同观察力。你要向下来去看那人大家生长嘅素材。上一集得到前3名嘅阿片、阿伯快、阿祖妹同阿二飛，今本日愛繼續殺下來嘅火車反到呢場，頭一站先到高雄。高雄咪到咧。一擺參加比賽7個成員，喺高雄文化中心會合，準備進行一連串同歷史、語文有關嘅任務。槍手對槍手。书法很有趣，就很少可以自己一个人住外面。我住在高雄，我觉得高雄它有工业的地方，有城市的地方，它也有乡村好山好水的地方，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玩的地方。任務開始以前，先來伴組。既然係語文任務，就用筆來伴組了。一擺係阿片同阿祖妹來做吹奏，將片讓嘅人先先吹演。做體操，兩組分別係前4名向下來做體操，前到較多人那個組加3分，另外一組就加2分。開始跳，好，快點，你跳跳你跳。猴咪西，然后吃，然后都在肚子，懂吗？猴咪西。拍一个人，然后统一动作。不要，就看你啊！好啊，试试看啊。再次，最后一次，不要一直看，听这个。还有2分钟。还有2分钟。好，再来一次。走吧，我们去找路。走。你看到我们做的那是吗？那我们要这里就是要教你健康操，然后我们一起跳完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没时间。走吧，这里跑不住了。那我们到底要找谁啊？3个，最少3个。没有看到多之前。那边哪？那边吧。阿嬷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你要什么？请问你可以帮我们完成任务吗？可不可以参加这个健康操？时间没有，要赶快做那个运动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们有问过很多次，但是被拒绝了2次。那时候觉得很伤心吧，因为觉得被拒绝了。快点，我们一起去。一起去，那我们一起走过去。好。走。大家都按江上按用嘅完成任務啊！我說不好意思，然後我說可以跟我們跳舞嗎？好，去。要用閃就是。對，可以這樣。你可以。黃水係講唔卡加油的話，就會輸體比賽了。怎麼辦？那个要不要？哎，我问的，我开头的。再来不要问了。好吧。怎么放弃？
我们放弃了吗？不要了啊！去看看。你们让我们完成任务吗？我们现在在录一个欧走48小时的节目，然后我是竹美，我是以飞，我是陈优。陈优，就是要早很早，我们要教你们健康操，然后你们要跟我们一起跳舞。好了，谢谢。不会。你要找那个年轻的那个哥哥，那个才会跳。你也是很年轻呐，没有跟他讲说你也是很年轻啊。你也是。哎呀，对啦。他啦，我讲，哎呀，怎么跳啊？怎么跳来？老师来。啊，你太围安尼围安尼。主持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跳个舞吗？我们要抢分。跟老师讲比较快。老师哪是老师？那个绿色衣服。真的吗？拉人最快，全部拉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就是我们要跳舞，然后要抢分，我们在录影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帮我们吗？因为我们要跳这个。可以啊。那要不要全部人一起吗？可以啊。在公园要问路人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很紧张，不敢开口去问。可是到后来讲了第一句话之后，就觉得可以，就接下去讲了，然后就很幸运邀请到全部人一起跟我们跳舞，然后就加了很多饭。冇想到啊，王水竟然有一隻太轉變，100請到一群太子阿姨搶下來做體操，成功得到3分，風吹就得到2分。高雄的風藝書院係清朝時期學生的讀書的所在，咪係台灣目前的書院當中清早設立、規模清大的書院哦。那這個石頭，他們當時候在舉呢，我們一定要舉到胸前，才可以過關。好，第二，還有2項任務，文武考試。過去的文官同武官都有基本的要求，基本業務的部分要看萬人得到較準。得到較好的前3名就各加1分，文的部分要比寫太詩，寫到清好的前33人各加1分。我一定要努力，我一定要加油，我一定要投進，我一定要投進，我要贏過他們前面3分的。我要加油，我要努力投進。我最愛陳秋比的。
3分哈。至少有1分了。至少也要1分了，不然你怎么样？差一点点，因为这个是潜力哦。谢谢鼓励。这算吗？再给一次机会。制作我觉得那个很难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角度才丢得到，然后它就是很难丢，然后就很近了还是丢不到。又紧张又刺激的 PK 比賽，恭喜阿片、阿年先、阿北快各加1分。接下來要進行文試，看那大家睇詩寫到樣板咯。走，嘿，蛮好的哦。就是这个2要用撇一下。我看不到诗。还有7分钟，慢慢来。写得怎样？很吵。很吵。哎，不错哦，哎，写得蛮好的哦，48小时。好，小朋友都写完了吗？写完了哈。写完之后，老师要看一看哦。来，我们看第一位同学哈，第一位小朋友，墨者48小时。哎，他的用笔哦，这个很浑厚。刚刚我们从这7个小朋友当中选出3位。哎，像其中有个小朋友就是，哎，那个圆角哦，那个2的那个折笔的圆哦，它不是折，而是它把它变成圆了。哇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。还有最后一个小朋友，我最欣赏的是他的收笔的地方。哇，那个一下来收笔哦，好像就我们在写篆书、隶书那样子，哦，那个整个力道都展现出来。来，那个最后一个。写书法的时候，我本来写得很蠢，但我还是被挑中了，因为老师觉得我写的有很多特色。因知道其他詩寫到同濟嘅阿正傑，今日本線上線到，恭喜3位成員各加1分。下一站，恩愛草油田到打球英國兩試過。荷蘭人動動啲手機講香港，大家是愛談詳細，撒下來嘅音符會用得到哦。我们右手边这里呢是一个香蕉码頭，来右手边这里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是什么？黄色，跟什么水果一样？香蕉。高雄頭擺要按到打球，不少大家一下來到嘅係打球英國兩試過，也係英國駐台灣頭一個正式兩試過咯。係清朝同治4年，咪就係西年1866年加下去嘅，係高雄當重要嘅古蹟。兩試過過關，佢也特別愛搞嘅過關遊戲，愛回答問題，愛搞黑白車，還愛穩重體驗做兩試嘅感覺。請要完成3關嘅隊伍加1分。好，抽2個題目。快點抽！要這個。這個，下一個。
把题目念出来。台湾猕猴，哪一个台湾特有物种是史温侯发现的？台湾猕猴。好，答对。下一题。以下这个码头是以主要运送什么的？香蕉。对。到下一关。跑步。重来，快点！跑过来，快点！快点，你这动作快一点！头发多少？都好，让我检查。好，这样你不能好了，奇怪耶！这样可以吗1、2、3。来，请你们抽2个题目。这个，我要抽，好，我要这一个。好。哪一个台湾特有物种是史温侯发现的？台湾猕猴。台湾猕猴，对。Yes。下一题。好，台湾猕猴我知道。香蕉。Yes。到了。这里吗？刀石头布，脚头布，男生女生配。脚头布，男生女生配。赢了。剪刀石头布，男生女生配。剪刀石头布，拿刀布，男生女生配。耶！老爸，快抽！这不要抽，我们快速一点。快速，这样算怎样？爬楼梯的时候让我。然后一只脚起来，手，加法先放手，原本的。拉链帮我拉一下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边的动作。把你的头发梳好。我没梳子，你到现在还叫我梳头嘞？我自己到底是这样。干嘛？我觉得不对。好，转。目前王翠签是亮线，还有亲密2个任务，大家要继续加油哦！这个就一个人趴在这边，然后抓着轨道，然后就要掉下去的感觉。3D 创意相片，爱翕一张精彩的3D 相片无按改，也会应付爱看玛莎亲有创意，玛莎的指挥能力轻强，表现请各位前30人各加1分。没有，你们应该是趴在地上，这样才能那个跳水。你应该站在这边吧？我觉得这样站这里，一只脚在这里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对，夸张一点，然后张大，然后眼睛张很大，张大一点。这样，你要听他的，我要跳舞，不是自己摆头。那他就说他要是假装要掉下去，然后呢，我就会，然后躺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就是比较弯一点，我就叫他躺，就这样。快两边，表情，你要很用力的表情，很用力的表情。很用力的表情。
大家都认为阿皮演翕的相片挺有创意，大家知道样板嘞。跳马路，跳哪模？跳哪路？跳哪模？这样讲他们都根本记不起来。那就记脸，先记脸，你记不起来，不然你就说。合花接龙，大家连灯派人出来接龙比合花，看马啥讲得多，前面留下来的几组就做得第一分。好，从哪先来？台北了，回会。沙天。高雄。高雄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小宝出题。好，你们先说一个。跳哪？梦龙。5、4。好，别大。好，您先开始。什么？种花，好，脏话。哪里？条哎，茶哎。好，台南讲过没？没有。好，5、大夫。 4、3、2、1，好，下一个。好棒！不能重复哦，所有讲过的让我知道。鸡奶。Bueno。天空。开口鼻。貌似。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，什么都想不到，然后我都会看是什么东西，我就想讲什么东西，随便讲。其实很紧张，就是要很快的就想到很多的词，然后赶快 PK 什么的。开了。聊台。5、4、3、2。恭喜阿皮、阿爸仔、阿内先签时2线，天公爷还有新的任务要去阿里山哦。下课下课嘞，也学会下课下课下课嘞，最好去俩下下课下课下课嘞，也学会下课。你讲的冇唔错，也是我爱做我下课嘞。